各位粉絲，今日揾到間平嘢啦，50幾方望江啊，150幾萬喎。嗱，你睇呢個客廳得唔得？150幾萬，喂，一線光景嚇！哇，阿月你懟出去先，如果唔係我怕佢哋感受唔到啲風啊。係啊，拉近啲咯，拉近啲，一線光景。嗱，到時過年初二、初三睇煙花咧，你就睇到啲人喺度排隊噶啦，可以啊？咁遠距離咩？就睇到啲人喺度排隊嘛，我冇話睇到煙花。嗱，呢個主人房兩面窗好靚啊，客廳同主人房都望江啊，得噶啦，點啊？望多次啊？望完未？望完，好靚啊，真係。嗱，喂，真係筍盤嚟啊，150幾萬，我自己都心動啊！嗱，喂，嗱，你細佬揾出嚟嘅，嗱，U 字型廚房，嗱，再加洗手間嚇，嗱，呢間屋咧低層2樓，我同你講，低層2樓唔開玩笑嚇今日，咁啊嗱，再感受下呢個客廳真係無敵，有興趣關注我。